中国各派出无人机来扰乱台湾，是飞过海峡的中线。昨昏国防部有公布，有一台中国无人机对西北空域入来了后，正向射咱台湾一列。咱的国军有全程监控。另外，伫昨昏嘛有24架军机来扰乱台湾，其中12架有超过海峡中线。国防部即马是呼吁中国爱须停止这款破坏区域安全的行为。最近中国军方真渐扰乱台湾。国防部二号公布，侦查到24架次国涉中国军机的活动，其中有12架下过中线，也有5架中国军舰配合执行战备巡逻。国军运用任务机舰、反地飞弹来应用。国防部嘛批评中国军方恶化区域安全。共军在区域间持续的军事骚扰，可能导致紧张情势急剧升高，呼吁北京当局负起责任，即刻停止这类破坏区域安定的单边行为。另外，国防部嘛侦查到一架 BZK-005大型无人机，为西北空域入来了后，顺时针射台湾一列，做情报收集。台湾东北部，这重点是这个地方在宜兰也有一些防空飞弹的设施，现在要开始进驻到宜兰去。中共已经知道成熟的运用，而且会越来越多的价值。专家分析，中国军方除了想要用无人机收集东北部的证据，嘛想要透过这点来消磨国军的战力。因为最近这几年，中国军方大规模扩展军力，美国国防部按算未来2年内要部署上千架的无人机来对抗中国军队数量优势。美国的这个不对称战略之一，可以用来平衡中共快速增加了各种载台的数量，达到以更低的成本来制衡中共的效益。其实国军也是往这个方向去进行准备。今嘛各国联合对抗中国，加拿大海军3架军舰去到日本刑事河港，准备参加7国的联合军演，要强化印太区域的安全。In this region, signaling that Canada is here. 加拿大军舰会伫刑事河港停留到9月7日。日本共同社指出，加拿大军舰离开了后，部分会参加通过台湾海峡等等的行动，来落实甲美国的安全承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